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团上午伫总召老美山的带领，包括台联的议员杨忠成、甲原住民议员古木哈少，总共16位成员，共同召开记者会。面对新冠疫情对人民甲经济的冲击，尤其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0到5岁幼儿以及经济弱势，甲符合社会救助四大族群，争取每人至少1000块的防疫补助。我们现在考虑到的是弱势家庭，还有0到5岁这些小朋友他们的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呼吁我们的黄市长可以在这方面多加把劲。尤其是在协助他们在像酒精口罩啦这一些的一个补助这方面来加强因为大家都很关心尤其是在偏乡的部分可能会又比较少人去注意到。那当然，我们市区这边其实我们对这个防疫的一个意识是非常强的。那可是再怎么样这个在过去又衍生了一些新的病毒出来。那我们当然期待的就是说我们的防疫工作做得更好那所以我们党团就决议说要来请黄市长在这方面多加强多协助期待我们这个台南市的防疫可以做得更好。这种东西当然一来是要去看我们的这个黄伟哲市长在财政状况的部分来去进行相关的调配。那我们初步有估计，根据统计资料这些的人口数，这4大族群的人口数是大约是50万人50万人。所以如果假设以发放1000块来说，那大概它金额就是5亿，那2000块当然就是10亿就以此来做推估。原统计4大族群大约总共50万人，以每人至少1000块，大约需要5亿的经费。面对变异株 BA.4 加 BA.5， 随时可能会有新一波的疫情，希望市府会用超前部署，争取防疫物资的补助。超前部署，争取防疫补助。超前部署，争取防疫补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